天启尚未恢复实力，后池又未能完全觉醒为上古，天赐良机，本君绝不能错过这大好的时机。住手！大哥，那鼓是我敲的，妖族并未入侵罗刹地。对不起，我也是为了救人。景剑，你疯了！你竟然帮妖族！大哥，退兵吧，不要逼我动手。妖神今日大闹苍穹之境，仙妖两族再无回旋的余地，灭尽妖族，除我仙族大患！大哥，不要一错再错，妖族也是万物生灵，为何一定要赶尽杀绝？让开！灭妖，亦是母神的旨意。可仙妖何谈，也是父神的旨意。你和父神一样，无用的仁慈。天后息怒，若不是目光，此刻他二人早已被本君拿下。殿外还有天兵把守，若是被他们发现了，我都不怕，你怕什么？您说过的要如履薄冰。本君这是怎么了？竟然控制不住自己的魔气！6万年的夫妻，我也不想让目光生气，只是他那性子实在是可恨，做事情优柔寡断，满口的仁义道德，有他在，本君如何对付那些真神？若是让天启钻了空子，让白绝知道曾经月迷被害的过往是因为我本想在婚礼上杀了天启和后池，谁成想弄巧成拙，竟然意外让上古复活，真是失算。不过，天启尚未恢复实力，后池又未能完全觉醒为上古，天赐良机，本君绝不能错过这大好的时机。凤女，天后，这你且按我的吩咐去做，出了什么事情由我担待着。若是天帝怪罪下来，说起来，月迷之死不过是一场意外，6万年的夫妻，目光不会重罚我。若是他真的知道我坠魔，我也有法子应对。是。